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5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1篇，以西结书第1章第1节到25节，使徒行传第9章19节 B 到3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宣讲。昨天我们谈到了一个受呼召上帝仆人，他会领受上帝特别的意象呼召，很多时候只有自己能够知道，只有自己能够明白，因为即便是宣扬出去所受的感动，所受的呼召，这样过程其他的人不见得能够了解或是明白。以西结书第1章第1节到25节，我们看见了以西结先知提到他自己所看见的一个意象，还有他所领受的呼召。正如同以西结书的记载呢，先知的预言一样，我们没有办法从字面来了解明白的。经文这样提到，第30年4月初5，我跟流亡的犹太人住在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。那时天开了，我看见上帝的异象。这是发生在约雅斤王被掳后的第5年。我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，在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听见上主向我所说的话，并且感受到他的能力充满我。我观望，看见暴风从北方吹来，有闪电从一堆云层里闪出，云层四周非常光亮，好像铜一般的发亮。我看见暴风当中央有4个活物，它们的形状像人，但是各有4张脸，4只翅膀，它们的腿笔直，脚蹄像牛蹄，都像擦亮的铜发光。除了各有4张脸、4只翅膀，它们还有4只人的手，各在每只翅膀下面。各活物都向外伸出一对翅膀，彼此连结，成为4方形。移动的时候一起移动，不必转身。4个活物各有4张脸，前面像人，右边的像狮，左边的像牛，后面的像鹰。它们各有1双翅膀往上展开，跟邻近的翅膀连结，又有另外一对翅膀遮住自己的身体。各活物的脸向着4方，所以能够随意一起来移动，不必转身。4个活物中间有东西像燃烧着的火炭，像火炬不断的移动，火炬冒出火焰，发出闪光。活物前后飞奔，像闪电一样的快。我正在观察4活物的时候，看见各活物的边上各有1个轮子触地，4个轮子的形状都相同，都像是宝石闪闪发光。每一个轮子边上有1个轮子，彼此直角相接，这样4个轮子能够向任何的方向移动，不必转身。整个轮圈上有许许多多的眼睛，4个活物移动，4个轮子随着移动。活物离开地面，轮子也随着离开地面。活物要到哪里，轮子也就到哪里，因为活物控制着轮子，因此每个活物移动、停止或是离开地面，轮子就跟着移动、停止
或是离开地面。4个活物的头上有东西像是闪耀的水晶做的圆顶，在圆顶的下面站着这4个活物，它们各伸出一对翅膀，跟邻近的翅膀连结，又有一对翅膀遮盖自己的身体。我听见它们飞翔的时候翅膀所发出的声音，那声音好像大海的澎湃，也像大军在呐喊，又像全能上帝的声音。他们停止飞翔，就把翅膀折起来，但是仍有声响从他们头上的圆顶传来。虽然我们不能明白了解，但是我们从先知的服事当中可以知道，先知确实的领受了上帝的呼召，以后呢，就得到差遣来宣扬上帝的话语还有旨意。我们昨天谈到了保罗为了自己的呼召在王的面前来辩驳，也知道即使他非常大声疾呼的为自己辩解他的呼召，可是那一些反对他的人仍然不会明白的。但是保罗他的生命实实在在的改变，透过他热心的传扬福音可以了解明白的。使徒行传第9章19节 B 到31节记载了保罗刚刚受呼召后热心传扬基督复活福音的一个过程，但也因此引起了犹太人对他的不满以及杀意。扫罗在大马士革跟门徒住在一起一些时候，他马上就到各会堂去宣讲耶稣，说他就是上帝的儿子。所有听见的人都非常惊奇，说这个人不是在耶路撒冷残害耶稣信徒的那个人吗？他到这里来不就是要拘捕信徒，把他们押到祭司长那里去吗？但是扫罗的讲道反而更为有力，他用坚强的论据证明了耶稣是基督，使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无法辩驳。过了一些时候，犹太人阴谋要把扫罗杀掉，有人把他们的阴谋告诉了扫罗，为了要杀扫罗，他们日夜守在城门口。可是有一个晚上，他的门徒用大篮子把他从城墙上来推下去了。蒙受上帝的呼召，宣扬上帝福音的人就必须有这样的热忱，即使遇到这么大的拦阻，也要毫无畏惧的勇往直前，就像保罗一样。诗篇121篇，我举目望山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？我的帮助从上帝而来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不会让你跌倒，你的保护者不会打盹。看以色列的保护者，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觉。上主要保护你，他在你的身边庇护你，白天太阳不伤你，黑夜月亮也不害你。上主要救你脱离各样的灾难，他要保守你的生命，你出你入，上主都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恳求主成为我们的依靠，叫我们在面对拦阻还有压力的时候不至于害怕，能够愿意像彼得、使徒们还有保罗一样，勇往见证传扬基督复活的福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